今日幫大家介紹呢個屋苑呢，叫做江灣風景，係位於石灣新城區中心嘅位置嘅，周邊嘅配套非常之方便。依家見得到呢，就係小區嘅大門口啦，咁門口呢邊呢，係做咗好多商鋪嘅，依家都有對外營業噶啦。咁樓下呢，買菜啊、食嘢啊都係好方便噶。現樓交付，即買即可以入住噶啦。咁依家呢度呢，單價呢只要6300起啊，首期10萬蚊左右啦，月供2000零蚊呢就可以做業主噶啦。咁依家我哋見得到呢，呢個係小區嘅花園嚟噶。小區呢總共就有7棟住宅啦。花園就唔算好大，但係嗰個樓間距呢都好闊噶。咁小區入面呢，就做咗游泳池啦，同埋運動設施啦，同埋跑道啊，非常之乾淨啊。咁目前呢，呢個小區呢係可以選擇大精裝修啦，同埋或者毛坯交付嘅。面積呢有98平方同埋113平方嘅3房同埋4房單位，戶型呢都非常之方正嘅，震訊率亦都好高啦。咁呢個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，揸車到東莞火車站呢只要15分鐘。咁東莞火車站呢每個鐘呢都有4到5班車係到羅湖或者到西九龍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咁依家見得到呢，呢個係小區嗰個大堂嗰個位置啦，總層高呢係有32層嘅。咁嘅大堂呢都設計得比較溫馨嘅，好舒服。同埋呢個大堂都好高噶，設計得到。咁全部都係2梯4戶嘅單位嚟嘅。咁依家就大家參觀翻呢個樣板房啦。咁我依家見得到呢個樣板房呢係99平方嘅3房2廳2衛，係比較傳統啲嘅戶型嚟嘅，但係呢好實用咯。入門口呢都有一個好靚嘅一個裝甲門呢，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廚房呢都帶窗啦。呢個戶型呢有向東同埋向南嘅，如果南向呢係可以睇到我哋嗰個東江嘅光景嘅。3房2廳2衛嘅戶型非常之實用嘅。樓盤周邊呢仲有2個大型嘅酒樓啦。朝早飲完茶，下晝就可以返到香港噶啦。